繼續有我 Stephen 喺度，同埋有3位學員都喺度，大家打個招呼先。係，Hello， 我係阿峰，係啦，獨居連字係未嘅，咁算唔算獨居啊？你有3段嘅關係，共居關係啫，係啦，就3段，係啦，3段。大家好，我係 Dorothy， 咁我獨居咗有6至7年。你好，我係 Ricky， 咁我係獨居咗0日嘅。今集咧，我哋就講下你哋有冇經歷一啲好震撼嘅租屋事件？我最記得嗰一次就去睇太子某一個租盤啊，我行上樓梯點搵個租盤啊？經 Facebook 嗰類嘅群組啊睇到嘅免用咁樣啦，咁我幾吸引我俾少一筆啦已經係，即係上去期間咧就見到哇！啲層樓嘅內部好似都冇乜點維修，仲衰過我本身住過嘅嗰棟唐樓。後尾我再睇翻咧，大家樓齡明明係一樣，但係佢已經去到係啲鋼筋係外露出嚟啦，我都會心諗，我仲有幾多日命呢？ Dorothy 啊，我最震撼一次經歷就喺香港港島嘅西區嗰度睇樓嘅，因為嗰陣諗住方便啲翻工咁樣，同埋我每日逗留喺屋企嘅時間都唔算話好長。咁係啦，咁我嗰度就見到個 budget 都啱自己個 range 嘅，咁但係就細得好誇張啦。即係當我入去嘅時候，我就發現佢嗰個闊度係差唔多係得膊頭咁闊左右咁樣。你嘅膊頭咁闊？冇錯啦，即係轉個身都好困難咁樣嘅，2尺零到啦。我目測係啦，然之後佢就係上面有一塊板係可以做床啦，但係佢嗰個空間係可能係得1尺都唔知有冇嘅空間係啦，然之後佢就高係1尺，係有一塊板咧就分間咗喺上面係你瞓嘅空間啦，然後下面就係可能你自己做自己嘢啊，可能係書台啊同埋凳嘅空間，咁我就覺得好誇張，因為差唔多幾乎係仲細過屋企自己個衣櫃咁樣。個價錢係點咧？都好幾年前噶啦，但係當時係4500嗰間房咁樣，都要4500瞓個衣櫃，咁我瞓屋企衣櫃算啦，真係。可能中上環區嗰邊就比較貴啲咁樣。啊，另外一個朋友咧，佢係仲得意嘅。咁我曾經睇過一間唐樓啦，咁本身嗰啲 agent 咧都俾咗啲相我哋睇噶啦，咁就話好靚嘅，啲瓷磚啊鋪得齊齊整整啦，家私又包齊晒啦，咁嗰個價錢又平過同區喎，又低層喎，咁大隻蛤乸嘅真係，咁我哋都照去睇一睇啦，咁去到睇，哇！啲設備咧係齊嘅，但係太嘈，出面就係紅綠燈，燈佢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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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下面啊街市啊，下面甚至啲人行過講嘢啊，都聽到晒，閂晒窗都冇用，根本就唔住得。我想問3位啦，租樓啦，或者我揀嘅地方嘅時候，幾時去睇？咩鐘數去睇係最好咧？可能挨近放工時間，可能6點零7點，6點零7點嗰啲時間咧，即係一嚟你都仲有少少陽光，可能都知道嗰個照明啊，係嘛？照明啊，咩照明先？西斜啊？係啦，係咪西斜啊嗰類？咁同埋咧，嗰啲時間你上去，你開一開窗咧，尤其是可能某啲唐樓咧，你對住個後欄，你打開個窗你就原來係樓下食肆，今日做緊啲咩味嘅？係啦，咁就好精彩噶啦。好啊 ，Dorothy 講之前咧，其實我都想補充就係，如果你間屋係西斜，你需要冷氣嘅機會好大啊，係嘛？因為西斜嘅時候，你翻到去屋企就係佢最猛太陽已經曬到間屋好熱噶啦。係啊，都係熱嘅，熱死啦啦咁樣，跟住你坐翻，哇唔得！雖然你瞓覺嘅習慣係比較特別，大家只要聽翻某一集佢有講過嘅。OK，Dorothy，我就覺得如果最理想就當然日頭可以睇一次，夜晚睇一次，咁就最好啦。agent 肯唔肯俾你咁做咧？有啲都可以，有啲都肯噶，其實。係啊，但係我通常睇就可能約第一次睇嘅時候都係放工時間，咁就會見到比較最真實嘅面貌啦，包括見到好多次都試過喺睇樓嘅時候都見到鄰居嘅，即係咁啱遇到鄰居就會知道，我左鄰右里係住啲乜嘢嘅人呢？會唔會同自己都相似呢？可能隔籬都係住一個獨居女仔，咁我自己嘅感覺都會覺得安心一啲咁樣咯。咁同埋會見到其他街坊，咁可能睇到平日翻屋企嘅時候真實嘅面貌啦，會唔會特別多噪音啊？啲
咁樣咯。同埋如果agent 唔容許第二次再去睇嘅話，可能我都會自己揾一個日頭嘅時間去行下附近嗰啲地方，即係可能街道上啊咁樣去留意下嗰個氣氛係咪都合適自己啊，即係可能感覺都比較光猛嘅、安全嘅咁樣。但係隔離鄰舍對於你嚟講重唔重要咧？我覺得都重要啊！我覺得特別作為獨居嘅女仔嚟講，就會比較關心安全呢件事啦。咁之前有住過啲劏房，咁可能一劏三咁樣，咁隔離兩個都係女仔嘅話，我都覺得好似大家可以互相有個照應咁樣。OK，Ricky，你上去開門口，你第一件事會睇啲咩咧？首先會檢查下一啲基本嘅設備啦、電啦，每盞燈都拍一下啦，啲水喉都擰一擰啦，廁所撳一撳有冇水啦，咁就熱水爐要開嚟試一試噴水啦，跟住啲家私啊有冇霉有冇爛啊咁樣，有啲木家私見過係有蛀蟲啊白蟻嗰啲情況嘅，有一啲地方咧可能係銀主盤啦，人哋追過債啦，咁就有啲痕跡喺門口啦，甚至附近左鄰右里有啲不良場所啦，呢啲就可免則免啦。可免則免。你兩個咧去睇地方嘅時候，你會睇咩咧？通常咧，我第一樣嘢我會望咧，就係個廁所係咪乾濕分離。因為你唔分離嘅話，你沖完涼啦，你想坐低去個廁所嘅時候，哇濕掉掉，咁我覺得係唔係好舒服嘅。跟住另一樣嘢我會提咧，就係個廚房有冇抽油煙機。冇抽油煙機嘅話咧，其實你屋企嘅氣味都係會十分精彩嘅，即係你唔需要打開個窗口噶啦，你已經自製咗一堆香打完邊爐咁樣。係啦，咁好精彩，好精彩，太精彩啦！即係一定要有抽油煙機。係啦，咁跟住基本上差唔多咯。個尺寸上可能150尺，其實我諗應該都夠我住。點解你會覺得150尺先夠你住？或者我試過睇一個82尺嘅單位，咁呢啲嘢都齊齊整整啦。跟住咧就開始諗啦，其實我要放床啦，我就有好多書，我望一望，哇！再構思下嗰個擺位，我發現咧82尺唔係好夠我而家嘅床書量啊。我就發現 OK， 咁85尺應該都 OK 啲啦。咁 Dorothy 咧，其實一開門我就覺得係睇個感覺。係啊，我真係覺得係真係一個直覺，係啊，你覺得呢一間屋入去嘅時候都係覺得係舒服嘅，係安全嘅，咁你就覺得我可以 stay 喺度一段長嘅時間。咁陽光都好重要啦。咁然後頭先阿峰都講到120尺同埋85尺，係啊，爭30尺，係啦。其實咧，我係咁啱住過係82尺同埋85尺嘅屋嘅，即係我82尺嘅時候，我規劃嗰間房嘅時候，好似覺得都擺得好多嘢，只要我自己有多啲高身啲嘅櫃啊，用啲櫃桶啊，好似即係善用呢一個垂直嘅空間咁咪 OK 咯。但係其實我就發現其實都唔係太得嘅，即係可能擺滿晒啲嘢咧，係雖然床下係有櫃啦，但係可能係啲台又會令到啲櫃都開唔到咁樣，係啦。所以雖然擺得落啦，但係就唔係太實用咁樣，或者清潔起上嚟都會有困難咁樣。咁如果原本租係5000嘅，你係會還價咧？你哋3位可能會嘗試講價10% 左右。10%呢個係純粹一個好直覺啊，定係經驗之談咧？我諗係可議價嘅空間咯。咁我試過稍為多過10% 少少嘅，就之前有一次就係臨新年之前去租樓，咁就都係聽人哋講啫。可能呢段期間就會稍為業主比較願意去用個低啲嘅價錢去租。農曆年定係？農曆年之前。係啦。係啊，因為好多時都係話一過咗農曆年就會升得好快嘅啲租金咁樣，同埋即係當佢知道我係自己一個女仔住，咁都有穩定嘅收入，咁佢都好似都比較順利。我俾業主議價就試過續租嗰陣時，咁續租嗰陣時梗係想加你租噶啦，咁好合理啊。即係你續租前你真係要有兩手準備，同埋咧你租嗰陣時咧，你都唔好擺太多沉沒成本入去啦。一啲家私啊嗰啲，盡量揀啲可以組裝，亦都可以拆嘅家私。拎得走嘅係啦，因為你要預，即係你有一日你唔再喺度啦，咁就未必可能係業主事，可能你唔中意呢個地方啦，或者可能你突然間揾到啲更好嘅選擇啦等等。其實咧，我哋要注意一樣嘢，其實個業主唔係好想你走嘅，因為咧，當你走咗之後，佢要揀一個新嘅話咧，有一段空窗期，而新嗰個佢又唔知係人係鬼，所以其實佢都唔係好想你走嘅。咁你要知道你有咁嘅優勢，咁樣你就企好你個位置。頭先我聽到 Dorothy 咧就話農曆年係一個好嘅時機去租樓。Ricky 你有冇 tips 咧？我會揀大概財政年
到結尾左右，即係3月尾係啦，大概嗰段時間啦。咁就係因為嗰段時間咧，就會有一啲評稅啊、差餉啊等等嘅嘢出嚟啦。其實就會喐到咧嗰個業主佢嗰個心嘅，係啦。咁我有時揀租咧咁樣啦，我都會成日提醒翻自己啦。其實租客同業主係兩個利益方嚟嘅。咁我哋多啲都試下企喺業主嗰個角度去諗下佢想要乜嘢咁樣。咁咧每次出到咧一個新嘅差餉價咧，佢自己咧都知道佢嗰個租值唔值嘅。咁樣嘅話咧，咁就呢段時間咧，佢趁佢比較波動咧，你可以喺呢段時間入。阿 Ricky，你覺得簽租約其實我哋又要留意啲咩咧？記得 keep 好份副本約。有啲問題咧，未必係你租嗰陣時遇到嘅，你係租咗一段時間先遇到嘅。例如話屋企啲家電啦，依個冷氣壞咗，咁邊個收啊？個冷氣我租嗰陣時已經喺度咯。咁到時如果有呢一啲咁嘅爭拗嘅話咧，咁就要睇翻份租約啦，因為呢個係簽咗名嘅。大家真係有咩冬瓜豆腐都係以翻嗰份嘢為準嘅。因為租約咧喺香港地啊，其實就冇所謂嘅標準嘅，冇噶，係啦，有啲去文具鋪買嘅啫，我見過。係啊，文具鋪有得買，我見過。阿峰啊，幾個人簽一張約，業主上唔上咧？有陣時話，不如你一個人簽咗去啦。通常點傾嘅？其實一開頭真係同人夾租嘅時候咧，冇呢個 concept 啊。係啊，咁啊，直到咧真係有一次，當其時我同另外2個 friend 夾租嘅時候咧，3個人係啦，3個人夾同一個單位啦。地產嘅 agents 就同我講話，其實咧，如果你想有保障啲，係應該要3個人落晒名，即係邊個就全部簽晒。係啦，咁點解係有呢個做法咧？第一啦，當你哋欠租，其實業主就可以滴晒你3個出嚟啊嘛，就唔係你啦。係啦，即係唔會是但一個或者是但2個啦。係啦，唔會責任咧，淨係一個人孭，跟住其他嗰啲咧就可以逃走啦。係啦，唔關佢事咁樣。咁第二樣咧，其實某程度係牽涉可能稅務上嘅，好似係都係1-2年發生嘅事。冇錯，你租樓嘅時候其實係有得扣稅噶。係跳翻落去啱啱責任嘅部分咧，其實有陣時好多嘅責任好難係口講就搞得掂。係你有啲可能白紙黑字嘅嘢處理到咧，其實係比較理想啲。可能喺份租約度寫到明啊，可能某啲家私咧包含在內嘅，但係其實業主口頭講話啊，嗰啲家私你中意點就點啦，唔啱嘅就自行處理咁樣。咁呢啲都係好應該有 back and right 記錄翻呢啲嘅記錄，保障翻大家咯。亦都係令到你退租嘅時候，咁假設真係業主問翻起嘅時候，你都有呢啲 record 啊，其實你當日係話 OK 嘅，其實都唔會扣你嘅按金嘅。咁 Dorothy 啊，冇 tips 啊？唯一一次就係有一次去租一間屋咧，然之後嗰個光管都係斬下咁樣，佢係一開始就會斬下，但係可能係大概係10幾秒之後咧就會完全光晒咁樣。咁我起初都覺得其實都唔影響使用啦，都係10幾秒，其實都冇乜問題嘅。係啦，咁嗰陣 agent 都有同我講話啊，如果你想換咧，咁就要自己換啦，因為其實而家俾你嗰個狀態都係 OK 嘅，冇問題咁樣。咁我嗰陣都覺得都不以為意，咁覺得光管都係100蚊之內，都係幾十蚊嘅嘢，咁都可以啊咁樣。咁租咗之後冇耐就壞咗啦個光管，係啦。咁最麻煩係因為嗰個光管嘅型號都比較舊咧，即係嗰啲款式係唔係咁容易去買到嘅，係啦。咁我好不容易去揾到一個啱嘅光管啦，自己去換啦，點知換完都唔得嘅，咁結果都係要自費去再揾師傅，然後有啲嘢要再重新安裝過先至用得到咁樣樣咯。係啦，咁起初都冇懷疑，因為其實自己之前住嘅地方光管係好少用，冇乜點接觸過，所以就唔係咁熟咁樣。頭先咧 Ricky 都提我哋咧，即係唔好擺咁多，即係啲沉沒成本咧，即係你擺咁多嘢落去。咁但係如果第一次出嚟住，大家都有好多憧憬、好多夢想噶嘛。你覺得基本有冇一個嘅 principle 去做呢件事咧？衣食住行呢4個角度去諗。咁第一就係晾衫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尤其是唐樓咧，你係唔敢晾出去噶。揀室內咧，你又要有位，你又要驚有濕啊、霉啊嗰啲。食啦，廚房嗰啲咧，咁就啱啱講過啦，抽油煙機啊嗰啲啦。住咁啊，乾濕分離啊，咁嗰啲痕，咁就親身行上去睇下嗰個環境係點樣。上落啊嗰啲位，冇錯，走廊 OK。我會覺得如果住嘅地方唔係太大嘅話，咁晾衫係有困難嘅話，咁有抽濕機我都覺得係解決
咗好大嘅問題嘅，係噏味啊嘛，有時會有。係好，嚟到最後咧，咁我都想問下三位咧，有冇啲 tips 咧，俾而家咧諗住搵地方搬想租樓嘅一班青年人，多啲善用依家嘅 AI model 啦，咁樣嗱，首先就 CLIC 社區法網啦，咁喺上面咧就會了解咗嗰個租貸嘅基本遊戲規則先，雙方嘅權利同義務。咁如果有咩問題咧，可以先問第一個講話通裏面嘅法律嘅 AI， 第二個就係新開嘅一啲 multi-model 嘅 AI 啦 ，Gemini 啊咁嗰啲。如果你裝修有咩問題啊，跟住你同業主啊嗰個合約裏面上面又有咩問題咧，可以 screen cap 啊，或者影相俾個 AI 住咁樣去問 AI 都可以噶。其實裏面都係可以解決你唔少嘅問題。最緊要係 AI 係唔會去 judge 你嘅，唔會去批評你嘅，係一個好好嘅助手嚟嘅。冇錯。好，阿峰，我覺得可以用4隻字形容啦，就係生活圈子啊。生活圈子係啊，咁咧點解我會諗起呢粒字咧？就係我自己咧都係喺揾單位嘅時候有好大 hesitation 啦，係再望緊其他工作嘅階段，而 meanwhile 其實我而家係周街走嘅啲工作上，可能我會 consider 就係我嚟緊翻工嘅位置啦，又或者其實我平時生活我需要啲咩，工作喺邊個位啦，搭車方唔方便啦，你有冇朋友可以陪你啦，係啦，等等嘅一啲嘅同你生活有關嘅嘢。你當你諗到呢啲嘅條件嘅時候咧，再去揾一個租盤，其實係讓你更加清晰明朗，究竟要做啲咩，發生咩事咯。如果我哋攞個平均數，頭先你話要滿足晒呢個條件，你自己最靚嘅數字係幾多分鐘嘅生活圈呢？我暫時最靚嘅數字應該係1小時，1小時內，因為1小時內咧，中間都係會有啲位俾自己有個 break 啦，可能由 A 點過去 B 點嘅時候，有個空間 transit 由 A 身份去到 B 身份咁樣咯。OK， 係啦，即係由工作去到一個朋友模咁樣，係啊。Dorothy，你嘅 tips 係咩咧？我就會建議大家去清晰翻自己最重要嘅需要係啲乜嘢啦，即係會唔會你租一個地方係想揾一個地點係方便翻工嘅，或者去讀書嘅咁樣，定係你會想揾一個大啲嘅空間，但係唔介意去搭遠啲嘅車咁樣啦。咁我之前都試過揾一個係遠啲嘅地方，但係空間大啲嘅咁樣。咁我當時就會可能例如善用喺巴士嘅時間先至會做我所有上網要做嘅嘢，係啦，因為咧巴士咧就有 WiFi 噶嘛。咁可能我喺通勤嘅時間都有1個鐘咁樣，咁我嗰陣時先至會去睇下 social media 啊，或者去聽歌啊，去睇 YouTube 啊，去做晒所有我平時冇乜空間去處理晒嘅事務咁樣咯。Okay. 大家都可以諗下去附近嘅資源配套啊，或者附近嘅網絡係咪都可以符合到自己嘅需要啦。自己出嚟租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取捨，可能例如係你想揾一個彈性啲時間嘅，可能一個 flexible 啲嘅租約，定係你係諗住我要長期租嘅，咁呢一啲都可以喺你去諗去添置家具啊嘅時候，都會係其中一個要考慮嘅元素啦。想象自己有一個獨居嘅空間嘅時候，可能你就可以諗我自己最重要嘅係啲乜嘢呢？即係可能我最想有個空間可以去練琴嘅、練樂器嘅咁樣，咁呢一啲都可以係你去考慮嘅時候。咁其實咧可以上網睇下一啲咧青年宿舍或者一啲彈性租期，可以 search 一 search 呢啲。咁好多時候有好多 NGO 啦，或者一啲新聞媒體啊，已經將嗰啲選擇羅列晒出嚟噶啦。咁其實選擇嗰下咧，其實係好明顯有啲咩啱，有啲咩唔啱咁樣噶啦。其實咧獨居咧就唔係走難嚟嘅，你唔好話一定要去嗰啲唐樓啊，嗰啲甩晒瓦磚啊，嗰啲甩晒石屎嗰啲樓，唔係嘅。其實獨居咧都可以幾瀟灑嘅。例如話你可以有冇考慮下嗰啲酒店嗰啲靈活租期嗰啲咧，有 gym 房、有洗衫，甚至包早餐嘅。Okay. 你有冇睇過咧？咁就或者有一啲可能係青年宿舍，你下面可以同一班年紀相若嘅一齊玩嘅。裏面亦都有唔同嘅支援啊等等，其實獨居又唔係真係想象中咁恐怖，唔係走難，而係你要真係好似 Dorothy 咁講，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同埋你亦都要知道自己可以選擇啲乜嘢。OK， 好，理想的生活，理想嘅家，你嘅最理想嘅生活圈，多謝晒三位 ，Thank you。